中科院让2年搁再伫咧屏东和台东成功进行联合飞弹试射，高度高度大约是30公里外，接近太空的边界。军事专家是推估讲，这可能和天宫3精天型的防空系统相关。 台东成功定机飞时间附近，看到一道火光飞起伫天顶。中科院伫咧27暗7点40进行飞弹实弹试射，现场民众讲，飞弹射起伫天顶的声音甲光响，袂似敢若一只大声化野兽将飞起伫天顶。已经差不多2年没看到了，就很期待。刚刚看到有没有很震撼？有，看看我们国家的那个防卫器有没有在精进。 这是中科院让2年，搁在伫屏东的高屏基地，甲台东的成功进行联合飞弹试射，范围包括东南部大片的海空域。是2022年佩洛西访问台湾，解放军大规模军演到现在让2年，搁伫东部空海域进行高强度飞弹试射。照中科院的公告，这边试射管制区包括屏东高屏、台东绿岛、南苏、甲成功外海顶海空域。照作业管理，台东负责发射无搭载弹头的靶弹，屏东高屏基地共步进行炸弹飞弹的测试。虽然天气无好，飞弹也是顺利飞起嚟。这边的高度差不多是30.48公里，挖近太空的边界，超过以前的测试参数。军事专家对管制范围也个高度来推估，飞弹形式可能是天宫系列，这嘛可能是一个检验飞行的规律、强化导引的精度、改良的版本，会当伫天气无好的时阵，游玩正精准掌握飞起的高度甲姿态，代表测试成熟度正悬。这边试射现货，中科院甲军方依照惯例是无对外公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